20年前，呢個係一個夢想。現在我哋為無數嘅病人帶嚟希望。20年前，我同一班醫護、霍太同埋其他乳癌嘅康復者創立咗香港乳癌基金會。當時我有一位病人，佢本身係護士，經歷咗半年嘅乳癌治療之後，決心修讀心理輔導課程，希望可以幫到其他嘅同路人。我知道醫生唔只係要醫病，同時係要照顧病人嘅心靈。喺治療同埋康復嘅路上，有時會覺得前路茫茫，我絕對係身同感受。我接觸過唔少嘅姊妹，因為得唔到正確嘅資訊，錯失咗治療嘅機會。我發現原來大眾對乳癌係唔了解嘅。其實乳癌唔係不治之症，如果及早發現，醫得好嘅係高達90%嘅。香港乳癌基金會一直推動乳健教育，陪伴姊妹走過一個好艱難嘅抗癌路程。我哋有跨專業嘅團隊，為大眾提供乳健資訊同埋支援服務。我哋要為乳癌患者帶嚟希望，而呢個信念呢，就係推動香港乳癌基金會20年嘅堅持。香港乳癌基金會喺2005年成立，20年嚟一直同乳癌患者同康復者同心同行。基金會喺港島區同九龍區嘅2間乳健中心提供一站式乳健服務，至今已經進行超過18萬次乳房篩查，讓接近3000人提前發現乳癌，及早治療。基金會定期舉辦各類乳健教育活動，向超過13萬人次傳達乳健資訊。基金會嘅乳癌支援中心提供針對乳癌患者嘅適切服務，包括率先成立本港首個淋巴水腫治療服務，加上家人同照顧者支援小組、心理輔導、假髮、義乳、胸圍及壓力繃帶送贈等。基金會嘅乳癌藥物資助計劃幫助低收入患者得到藥費減免，資助額累計超過2400萬港元。基金會成立香港乳癌資料庫，以具體數據推動乳癌政策發展。而家登記參與嘅患者已經超過3萬人。根據最新嘅數據，香港每14位女士就有1位喺一生之中有機會患上入侵性乳癌，所以我哋一直倡議政府推行全民乳癌篩查，正視呢個女性嘅頭號癌症。咁啊，張醫生係介紹我嚟呢個會議，咁同埋去個會度參加服務啦。主要係咧，你喺屋企咧，你講唔到啲乜嘢嘢嘅。啊，同我老公講自己有幾辛苦咧，其實啲老公咧又唔知點算好嘅。譬如有啲姊妹咧，唔擔心化療，唔擔心電療，擔心甩頭髮。咁可能對出邊嘅人嚟講，好小事啦。咁但係對我哋嚟講咧，大家都知道甩頭髮有幾恐怖啊！係只有我哋嘅姊妹先會明白我講緊乜嘢咯。咁我係做完手術9年之後咧，我先至出現呢個水腫嘅問題。咁所以我就即刻嚟到乳癌基金會尋求協助。咁姑娘佢哋都好好咧，即刻安排我參加呢個淋巴水腫基礎班啦，然之後就再參加淋巴水腫支援小組啦，就學習點樣去做引流幫自己。咁我好彩，我用咗3個月嘅時間咧，我嗰個淋巴水腫指數就回復翻正常。咁我好開心，我可以以過來人嘅身份，可以喺班嗰度指導啲其他嘅乳癌患者嘅姊妹。我覺得患病嗰陣時候，我都係屬於孤單嘅，即係好似係自己去面對呢個病。我覺得基金會辦得好好，喺一個咁嘅平台裏面咧，即係無私付出，搞一啲活動俾我哋嘅患者啊。當我哋喺治療裏面咧孤單嗰陣時，有一啲甜咁啦。我記得最深刻嘅活動咧，就係一次乳健同行嘅 Pink Walk 籌款活動。因為裏面咧，亦都有我哋喺活動嗰陣時候學到嘅唱歌啦，同埋跳舞啦。當時嘅首部禮咧，我哋都係一個表演嘅，令我增加咗好多嘅勇氣。我一路都留喺乳癌基金會，有乳癌嘅人，我都會提議佢哋先嚟呢度開咗排版先。我希望姊妹佢哋咧，如果真係患到乳癌都唔使驚咯。最緊要咧就係嚟乳癌基金會，因為我哋可以喊住嚟，笑住走。多謝基金會搭建互助互愛嘅大家庭俾我哋。
我哋嘅初心始終如一，關注預防健康，陪伴病人同佢哋嘅親友走過呢條抗癌路。未來請繼續同香港乳癌基金會前行啦！而家就同我哋一齊踏出呢一步。